順勢療法診症之後咧，治療師就會為你處方療劑。咁療劑係啲咩嚟嘅咧？第一，順勢療法嘅療劑，治療師咧會根據你急性嘅情況啦，或者一啲慢性體質嘅問題而開出一啲順勢療法嘅療劑。咁通常咧都係藍色 label 嘅，印有佢嗰個療劑名啦，同埋佢嘅層級。用嘅時候咧，治療師會按照你嘅緊急程度判斷要食嘅次數同埋數量。第二就係古典花療，古典花療咧係有38隻。當中咧會根據唔同嘅情緒去配備唔同號碼嘅花療，每一個花療咧我哋都會見到佢個名啦，同埋佢嘅號碼。治療師會按照你當下嘅情緒狀態處方你需要嘅花療組合。一般情況下，花療係唔會超過7隻嘅。第三，輔助療劑，針對每個個案佢喺營養上嘅需要，處方一啲6X 嘅滋補劑，呢啲都係我哋細胞需要嘅營養素。就係頭先所講嘅3個類型組合，處方你需要嘅療劑。至於次數同埋份量，都要需要跟從治療師嘅指示，從精神、情緒、肉體3方面着手，回復我哋身體生命力嘅平衡，直至你完全康復。